Joy 嘅表演咧特別啲嘅，佢擅長模仿，亦都曾經參與過福祿壽訓練學院。佢拍過嘅其中一段短片咧喺 Threads 上面有獲得超過8000個 like 咁多㗎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一齊歡迎 Joy。而家我哋有請另一位大會司儀林敏聰先生。哇！咁多靚仔靚女坐晒喺樹，有冇睇圖書？就係圖書館。九龍城寨就係300館。惠康嘅英料店啦，就梗係嚟到我哋亞洲博覽館啦。今日我請到2位天王巨星出場。首先，我哋有請最中意食糯米糍，食完糯米糍就去揾波波糍嘅周星馳出場，掌聲有請。Music。眼淚一點多，威用背脊唱情歌。難道從後腦可以望穿我心裏痛什麼？邊有人想聽我唱歌嘅真係咪先？唱歌呢家嘢梗係交翻俾啲後生仔㗎啦。佢嘅流量啊，一個字絕啊！人哋公司請到去頂流，我哋一樣請到。我哋掌聲加尖叫聲，有請最夠姜嘅姜濤 music。Let's go！出錯一個盜墓，絕對盜好一個夢偶，學人去踏步，盡人義務，做最好一生會追盡到完成書務，活一線路，自我復修，機關格式都有路線圖，會做到周身刀，對着信號會照做。一做就是正常，跟字典輸出電量就是慣常，但是保養混亂加速轉向，似像過量如花式表演誇張，力量變重量，力量當漂亮，特異的音量要鏗鏘卻放空槍，變異類躲避正常。得面，你我有試過自戀存在意義。得面。有自斷攬製造懸疑怪事，得面，跳入去放肆，年年如像有詞，Don't be 得面，用一用手指變成趣事，咬牙切齒。Hello， 惠康嘅朋友仔，你哋好嗎？你哋知唔知道咧？最近亞博係邊一間惠康啊？因為咧，我仲想買少少嘢俾花姐啊，但係咧真係唔講住啦，我真係要走先啦，拜拜。Thank you。